消防處最近喺青衣、觀塘、元朗同埋大埔一帶進行打擊非法加油活動，搗破多個非法加油站。非法加油站未有裝置加油站專用嘅消防設備，一旦發生火警，後果非常嚴重。近日，大埔一個懷疑非法加油站更喺火警中發生爆炸，好彩消防人員及時撲救，火勢未有進一步蔓延。消防處嚴厲打擊呢啲違法行為。根據消防條例同危險品條例，過量儲存危險品或經營非法加油站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罰款10萬蚊及監禁6個月，更有機會留有案底。我喺度呼籲大家，切勿光顧非法加油站。如果發現懷疑經營非法加油站或過量儲存危險品嘅情況，請致電消防處投訴熱線27238787。